调查报告的申请书黑出来啦，卖个骗啦，就是有性侵你们才上场啦，不是吗？到处宣誓暴力霸凌零容忍的欺负团队，这回面对有定性男子不断指控伊查某囝伫幼稚园被无适当管教，甚至被园长性侵一案。经过教育局厘清事实，嘛大动作召开记者会，立下幼稚园甲其他家长要对伊提出17项告诉。不过伊犹原无死心，19号利用议会临时会要直接向副市长申请。结果被警方处理。澄清，我的女儿被性侵，我要找副市长澄清。教育局从头到尾都不给我看教室外的监视器画面，然后市政府联合台南市政府员工子女非营利幼儿园的家长，都是市府员工，他们联合这些市府员工一起来告我，然后不给我看影片。干虽经送地检署进入司法庭诉，不过议员伫临时会接受定前再次关心，避免影响市府教育形象。我们身为主管机关，要赶快设法解决，让这些事情尽量平息。但是呢，不是用吃案的，要找到他们也没有办法要找到真相。对，而且家长他没有去验，没有提出有效的验伤。这个要客观的出来处理了哈。最近呢、会召集所有私立幼儿园，那园长也跟他宣誓，那一方面探讨怎么去正向管教，那园里面如何对园里面你聘的老师要负起该负的责任。如果呢以后还有这个情节重大的不当管教，除了老师要受最严厉处分，你园长恐怕也是园方也是要受最严重的处分。那我们希望你能够对这个正向管教的一个就是讲习能够落实一点。对此，教育局嘛再次呼吁民众爱先了解事实，千万唔通随便转发网络无实在内容。台南新闻管制杨顺怀采访报道。